现在很多食客都是按照导航、自媒体和网络平台找过来，就为感受一下苍蝇馆子的烟火气。欢迎光临明星饭店，里面请。大家好，我叫张杰，一个餐二代。我们店当初连个正经的铺面都没得，我爸妈那会儿能火全靠口碑。我以后能把饭店带上怎样的高度，飞多高，走多远，就要看川菜整个产业的发展程度。现在餐饮竞争很大，我们饭店最火的菜品就是以火爆腰花为代表的川菜。这道菜诀窍在于对火候时机的把握，10秒出锅。这道菜吃的是一个滚烫，炒菜也靠一个火候。川菜条例的出台，就是全方位的保护川菜产业的发展，给我吃了颗定心丸，让我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同学们，我们今天上课做传统菜肴雪花鸡烙。我叫张文，一位川菜老师。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菜厨师入行易，进京难。我带的学生有拿金奖的，也有半途而废的。后者主要因为学习成本高，学业时间长，学成后创业成本大，就转行干别的。川菜条例明确规定了支持建设川菜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加强对川菜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创业、扶持等内容。我希望我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川菜产业的人越多越好。就像这道雪花鸡烙，一道清朝末年的老菜，是否还能传承，还是要靠年轻人。这个法立得好。我叫戴怀林，乐山回锅肉的传承人。回锅肉可是稳坐川菜头号交易的名菜。我爸爸那一辈回锅肉要切巴掌那么大一片，一舔肉就3两，肥肉会炒成微卷的形状，滋滋冒油，香飘10里。乐山回锅肉是我们德阳市的4级非遗。做这道菜的店铺也从城头开到了城尾。我爸爸他们那辈老师傅做了一辈子川菜，都是用他们的口碑、威信、手艺来保护川菜。他们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一部法律来保护乐山回锅肉。作为传承人，我觉得既要坚持传承下来的风格味道，也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欢迎大家来广汉吃正宗资格的乐山回锅肉，看一星惊天下的3星堆。创新是一种胡思乱想吗？创新意味着背叛传统吗？川菜条例支持创新，让我更有底气和信心。大家好，我是李家豪，我喜欢做创意美食。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丽美的怪味虾，这次用基围虾油炸定型。结合芒果泥、坚果碎等多种食材，创造一种怪味全新组合。创新不是乱想，也不是丢掉传统，要从现代健康理念出发，用世界各地食材丰富川菜的餐桌，借鉴不同技法，带来多变的餐饮体验。还可以通过与川茶、川酒的搭配，结合我们四川文旅资源，体现川菜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就是守住味型之魂，打开发展空间。川菜条例鼓励创新与发展，让川菜生机勃勃，走得更远。